于安省汉密尔顿的世界著名学府、加拿大顶尖大学之一麦克马斯特大学今日撤销了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俱乐部资格，理由是该学生会与中共领事馆合谋破坏维吾尔人权运动者入克叶图尔迪市一场关于东突厥斯坦再教育营的讲座。此举已经违反了学生会的规定。所有希望组建俱乐部的学生都同意遵守一系列有关俱乐部行为的规定。学生代表大会认定 CSSA 违反了这些规则。麦大学生会主席约书亚·马兰多在一份声明中说：“阿美石油公司石油设施遭遇袭击之后，美国国防部26日宣布，将向沙特派遣200名军人以及爱国者导弹，以增援沙特国防力量。五角大楼发言人乔纳森·霍夫曼表示，此次部署将增强沙特的防空和导弹防御力量，以保护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同时，美国国防部长马克·艾斯库表示，派遣的军事力量包括1个爱国者导弹、4个雷达系统、将近200名军事人员。巴勒斯坦基金会和宗教事务部指出，以色列重复关闭阿克萨清真寺的门将违反阿克萨的国际地位。该部在一份书面声明中称，出于次要原因，重复关闭阿克萨清真寺的门，旨在占领阿克萨并阻止了穆斯林在这里崇拜，这显然是否认的。在前一天伊斯坦布尔发生4.7级地震之后，这次发生了6级地震。西里夫里近海发生地震，坎迪利天文台宣布地震为5.7级。坎迪利随后将伊斯坦布尔的地震烈度更新为6级。另一方面，土耳其灾难与紧急救助局 AFAD 表示，9月26日13点59分发生地震，在伊斯坦布尔海峡两边人民感到的地震是5.8级。